迎收睇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獸醫 Dr. Angel， 呢一個係今日嘅小助理 Bonnie。今日咧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每一個毛孩主人都應該要知道嘅嘢，就係虱同牛髀嘅影響同埋預防啊，等佢哋可以遠離呢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威脅。虱同牛髀咧唔單止會令到貓狗痕啦、咬啦、甩毛啦，仲可以傳染啲好嚴重嘅疾病，例如唔同嘅牛髀炎。另外咧，亦都可以令到佢哋皮膚發炎，甚至貧血添㗎。無論係貓同狗都好，佢哋都可以受到感染㗎。就算係淨係住喺室內嘅動物咧，只要有人或者動物出出入入嘅話咧，例如嗰啲虱蛋可以跟住人嘅鞋底走入屋企入邊咧，蜱蟲通常就會喺啲草叢嗰度出沒嘅。除咗佢哋嘅皮膚會痕啦、紅啦喺度拗之外，虱嘅話咧，佢哋會有啲細細粒黑色嘅排泄物喺佢哋啲毛中間。咁另外咧，牛髀的話中意匿埋喺啲塊面嗰啲位置咧、耳朵入邊咧，同埋啲手仔入邊嘅。咁所以咧，呢啲病通常佢哋嘅早期病徵都唔係好明顯㗎咋。咁所以我哋要細心留意同埋定期做檢查同預防。預防虱同牛髀最有效嘅方法咧，就係揀啲獸醫推薦，亦都有長效保護力嘅產品喎。咁呢啲唔同嘅產品咧，有啲係1個月、3個月或者1年用一次嘅，有食啦、滴啦，甚至係打針都有㗎。好多市面上唔同嘅產品咧，佢哋話天然，但係其實可能入邊有好多精油，未必有效之餘，仲可以危害到毛孩㗎。仲有唔好淨係以為夏天先至要做預防喎，因為我哋身處喺亞洲啊，1年4季都要做。一旦發現咗佢哋身上面有虱或者牛髀嘅話，除咗要即刻用獸醫建議嘅殺蟲產品之外，仲要繼續做預防㗎喎，等佢哋唔好再度感染，同埋要杜絕埋剩低未孵化嘅蟲啊，咁樣先可以保護到屋企其他嘅唔同成員，等佢哋唔好受到感染㗎。多謝大家收睇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 Dr. Angel， 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去繼續了解寵物健康嘅大小事啊！